来看台中一中有高二学生哦，因为学校办活动做海报，伊用化学元素的组合来调色原住民，引起批评。校长昨嘛向原住民会室内表示讲愿意接受处罚。早起有立委是表示讲，伊嘛有接到原住民家长的投诉，讲囡仔伫学校受到霸凌，要求教育部来调查。 有人竟然用化学式钢印的称呼去警惕原住民，实在真超过。这是台中一中2年的学生为着学校园优惠摆档要卖饮料所做的海报，这也引起批评族群的严重争议。就是看得非常的难过。20多年前的时候，就有学生因为歧视性的言语被围殴致重伤。这次的事情出来，我们只想说，这个20年还要持续多久？ 虽然园游会迄天的饮料名拢已经改正，主任和校长嘛出面会室内，校长也讲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，接受处罚。不过立委吴丽华找三指控相关单位的回应拢无及格，更有原住民学生的家长တင်證講海報事件發生了後，囡仔互同學入去咱的群組受人踢笑，退出了後，也閣互人硬甲加入去。我们的原住民孩子不敢上学。 因为他们在学校被拉群组，被进去辱骂、取笑、嘲弄、霸凌。吴丽华讲，一中的原住民学生唔知要安怎面对这款无友善的对待，学生特不时都要面对这款霸凌甲批评，伊就要求要马上调查追究责任。请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必须严正的督导学校，依据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去启动 相关的调查以及处理机制。教育部表示，已经启动相关调查，会发函予全国全面禁止族群歧视。台中一中的校友嘛讲，虽望校风自由，会当自在展现创意甲活力，不过嘛袂当去伤害无共族群甲无共性别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